受到风台影响，南部早起风雨也大大变强啊！高雄凤山的建国路有一树啊倒去，直接对着骑奥多的民众，这位民众送到病院抢救，犹原是救不回来。另外，这台南的中义国小树围啊边的树啊呢，是规丛被风扣起来，也对着两个骑奥多的民众。另外，国道3号新化路段有轿车，可能是这强风线过来，规个失去控制，规台车就安尼来并车咯。为民众路树大大起过，所以去规丛倒落去，多一个骑机车人经过，出去地着64岁女骑士当场失去喘气心跳，送医抢救了后也是救无回来。Y 字形的树枝有没有压倒在那个路人行车的人上面？凤山分局埤顶派出所交通分队员警于现场进行交通疏导，路树已由公务局人员于现场清运中。汽车密密麻麻，交警人员到现场清理倒去的路树。代志发生在高雄凤山的建国路一段，受海面风台影响，致使高雄风雨愈来愈强，路树挡不掉，多4、5丛，其中一丛佫造成这个不幸的意外。担心晚上风雨大时候，整排会倒下去，因为现在还有好几棵，现在都在晃动。里长呼吁市府应该针对路树风台问题协调，防止悲剧发生。毋但高雄台南中旗国小外边的路树也因为风雨连根挽起，倒向路口单车顶的两个骑机车人。现场民众赶紧协助两人脱困，好在虽然真惊吓，但佫无要紧。我两个带药我接个，你头甲骨身躯拢折条的。消防人员为伫并轨车边设法互民众脱困，风雨除了造成树仔倒去，伫国道3号台南新化路段，也有修路车冲出边坎，并伫平面车道，查甫驾驶甲后座13岁查囝受困。不明原因自撞外侧护栏，冲下边坡肇事。本起事故造成少男及其女儿共2人受轻伤。感觉个风这大的，怎啊降起来，所以听到嘣一声，风很大，没有雨啊。民众怀疑是128强风后车失控，因为车体严重变形。消防人员真正来才救出父女2个人，好在2人意识清楚，目前已经送医。事故原因还佫等警方调查清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